2020年要结束啊，大家拢真关心年底奖金的问题。人力银行发布最新上新的年底奖金的调查，金融甲会计统计业平均年底奖金是上悬的，有2个半月。过来是科技资讯业甲医护生技业有1个半月。较无1个月行业有文教业、餐饮业，上加是大众传播业，干那半个月。 今年会领到年终吗？公司因为是一直都是固定的年终，所以并没有因为今年的 COVID-19 或者景气受到影响。哦，您是什么行业的？金融业。还会吧？应该有多少呢1个月吧。 讲到年底奖金，民众就笑嗨嗨，不过不是大人容易当领到。人力银行调查，2020年平均年底奖金容易当领超过1个月，不过金融保险业会当领到2个半月，过来是科技业甲医护生技业有1个半月。啊，若无到1个月，像文教业、餐饮业、大众传播业上惨。 平均刚有半个月。那如果是从劳工的这个角度来讲，其实确实大概只剩下这个不到60%的上班族觉得自己可以领到年终奖金啦。那这个比例是创下8年以来的新低。那有一些这个防疫商机、宅经济的一些科技业，甚至这个股市持续创新高，也让这个金融业的从业人员年终奖金数字是比较好看的。 疫情影响各行各业，2020年有年底奖金都算赚到。不过来看2021年，企业调整增加3.4%，其中软体产业会调整薪水的企业平均达到50%，卖调增加4.5%。过来是电信甲通讯产业有3.5%，顾问服务业甲供电业卖增加3%。有调薪的空间吗？没有，对，可能是工作性质的关系吧。2020年特别结束啊，劳工唔那希望会当领到年底奖金，嘛期待未来薪水会当愈来愈好。